咱即个来到下仑国小，听讲遮的龙凤狮是为较早清朝的时阵地条村事件延续到即卖的武术风气。敢会当请老师甲阮解说一下遮的故事？其实还佫延续到即个乙未年之战，武术风气对本港来讲，拢是有即个动作，保护家己的砖头袂去用抢夺。演变到即卖的龙凤狮。日本时代就藏伫个人狮内底。大部分拢袂讲练武术，拢是咧练狮。你看吼，这狮头335甲8卦度吼，伫台湾内底哦，所有台湾狮无甲阮会有甲。这个是日本时代的狮头。日本时代吼，为着要出现金色的吼，所以要用铜片吼宽啊对。较早是金色的，但是了后生锈，才变做青色的。系啊，一般咱的狮头会安尼嘛，你会感觉迄狮尾拢会去用欺负。较早的狮尾伊这个是德公啊吼，伊是绑伫遮，伊咧人的时阵吼。哦。会当拔一支刀出来，够倒伫藏伫内底呢。对。你讲较早，迄人狮若是人要甲我攻击，对，拔出来。对。所以较早吼，武术啦甲兵器吼，其实拢会藏伫人狮文化内底。搬山到一个青分的地头，上界主要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安尼毋才会互厝内的人安心徛起。嘛，就是因为安尼，本港即个真早就咧接纳中国移民的砖头，练武的习惯哦，已经超过200年啊！遮个人嘛相信讲，家己一定爱勇敢，才有法度来保护心所爱的人。时代咧变化，现主时哦，已经无需要搁再练武来保护砖头啊！毋过吼，看到遮个囡仔咧学人狮，就亲像看到较早时祖先的历史同款。这龙凤狮的历史，你大家会当甲阮介绍？大概清朝的光绪年间吼，差光绪20年迄阵啦，因为战乱吼，就开始去请武术，伊当初来教。所以其实像种物件嘛是当初咧人狮的时阵吼，伊咧开正鼓、咧开鼓界的时阵，伊会分，伊爱用这个分出这个声音嘿。哦，已经有出声，已经有出声嘿。因为阮龙凤狮有遮尔久的历史吼。所以咱使用的乐器佫是足古老的吼。上特殊的就是咧练甲红，所以有穿这红丝啦、甲红头、甲红尾。其实吼，伫咧迄个大陆的潮州吼，慢慢看到迄人红，但是因无咧人练啊。龙凤狮伫咧大陆来讲，因嘛甲迄个相片放伫因的国家一级的博物馆内底。咱来看龙。伊就是爱对即个喙内底安尼看出来，吼伊摕的迄个灵珠甲印啊，摕这两个是啥？这两支灵珠甲王印，嘿，伊古早吼，这两支就是讲当初兵器的金龟腿。哦，嘿，这嘛是一个足古早的一种表演的方式安尼。过来咱有小狮，小狮嘛足特殊的，小狮是一个人的，伊一个人绑这个狮皮，一个人表演。这伫台湾即马吼嘛愈来愈少看。人狮就是爱人家呢。看这我嘛跃跃欲试。我钻进去。碰是这是绑伫咧腰顶管吗？对，绑伫腰。左脚先跨。左脚先跨。然后蹲低后把。安尼对，嘿，这方向对，扎出去亮相，嘿。1、2、3、4。嘿，对。哦。伫咧以早的社会，敢若有查甫囡仔会当学人狮哦，但是到即当阵哦，观念咧改变啦，嘛是有真侪查某囡仔嘛开始咧学人狮啊哦。人讲吼，时代咧改变。文化嘛会对咧向前行，就是因为文化是活的，是甲人哦互相咧牵连。但是不变的是哦，100年来的传统，也是祖先美丽的故事，就亲像一个宝贵的礼物，拢藏伫咧咱的心中。老师，因为咱知影讲龙凤狮是本港较早移民社会传落来的一个文化。老师感觉讲这个龙凤狮伫咧本港有啥物重要的地位吗？
连洪西这个物件哦，其实会当看到清朝、甲日本时代，个近代每一个时代的技术，嘛会当看到迄个时代先民留落来智慧，个先贤努力，个每一个时代人努力所产生的效果。